个留一点皮是什么意思？很学西点，可不可以让给红队？对，可以拜托吗？因为你就算是可能需要让他360米。对，他们跳舞真的是很青春活力。他大概地北多，紧定动小玉安用来祝哈，大概就只有我跟明珠而已。我没有跟你一组，我是对，我有跟你一起主持的。他在剥虾，那我要去播吗？你都剥给自己吃啊！我坚持哦，昨天你只能吃虾壳。我以为说只能吃一只嘞，原来连一只这么，没有，我觉得蛮有样子的呢。油有点多，他打给他就会又油又那香。是你家，我们都改良了哦，不要再抹黑了。这边比较有艺术感哦。不是，这篇我回到料理节目了。主要係問下面頭整茶，應該係愛嘅面頭吧。果然還是歌手，講得如此不切實際。阿婆撈媽媽嘅面頭。你竟然說他們是阿婆的味道，哇，真的會把妹啊！你真的是憑實力單身。 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他就是首頁全創嘅向前朋友大家好，保養曙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動把跳，點一條新呢？嘿很特哎別。呦，你有沒有貼片？片風之間，我會覺得自己來到一個。小鄰國因為之前來都亞洲料理也都是比較資深的，你們呢真的是生力軍，哇，新生代，你阿意思就是才有給後上癮。這邊的來賓，讓我強榮差不多係18歲。沒有，是跟評審一樣，還有哎呦，都唔會講哦。以後答應姐姐好不好？馬改不要再說自己18歲，以及不要再說自己帥了。好了，因為觀眾有投書。哦，我以為你要說觀眾有眼睛，很傷我。好啦，嗱，保養豆呢，也給你嘅評審審查。之前的保養豆給阿尊炳師傅。大家好，是師傅。阿炳哥好。他當然是新生代，他比我小哎。你們已經反應過了，這個反應做過了。還是很誇張啊。他只是那個不是人生勝利組啊。好啦，人生勝利組。動手是走爸爸嘞哈。對。攬住你一片咯，後生嘅女神代表，歡迎劉姐玲劉師傅。他不能夠用年紀來規範他。嘿。好，三號人呢，馬上的保養豆我列組，兩位妹妹也是我真的很懂下嘅兩位老妹啦。而且很有才華。對，那我想這樣介紹她好不好？讓我們歡迎童溫純。童溫純來到這個師傅嘞！哇，星光閃閃的。哎呀，我們真的是怎麼有榮幸？你想幹嘛？哎，你就帶過來這邊。對啊，上個月都有過來。對啊。好啦，攬住你一片沒動力哦，嘿，通有，哎，他們是，哎，你的音調降下來了。有發現，對，有太明顯這樣。降下來。來，接下來藍隊是堂兄弟組。大家都歡迎潘白韓lau潘選組，歡迎。啊，堂兄弟，那我們這次親姐妹，要不要唱一首歌《本台假糖》嘞？因為他們和聲真的懂後堂。給我給你帶來嘅係主打歌好了，叫做《太白種》，大白種。我知道，寫的歌。哎，好，那我們來哦。太白種，衝得高，哦，最愛看見嘅笑容，幾點鐘，變得高，哦，吸收令人嘅目光。太短的啦，唐蘭呢？哎，可是唐蘭有記曲記到有轉線。哎，真的懂後堂哎。真的真的，又會唱又會跳。那我就問你，你怎麼都沒有追他們？嘿，我有追他們 IG，他們不回追。回去，這是對，馬上是對的，這是對的，對，不要你不要給我一個那麼 social 的維護。好了，好了，給你3年，還來自己那個素菜啊？哎呀，行住關係。行住關係啊，導畢業有沒有推薦啊？導畢業有冇個好嘅東西咧？啲南山太橋旁邊有一隻田溫豆，鮮臭一分甜。底下凍到你啲嘅翕相，因為有鮮臭法。哇，鮮臭法還泡嘅，對不對？紫色嘅。紫色的。要翠色的。哦。我們去看過呢。真的。做得戲哦。對，做得戲。他們連講話都會那樣子。合聲。很像在合音哎，怎麼會這樣？有可以下帶到做 M 啊？唔啲係馬沙講。真啦，鮮臭，鮮臭。
这样子。好啦，保养用啥哈？什么我们来看下隔壁的哥哥哦哈。哎，给梁沙系师傅来啦。哇，而且颜值很高哎。嘿呀，要搭配我嘛。好了，你说不能再讲了。嘿，几个可以串烫的哈。系啊，哎，我刚刚问说，哎，博翰你也不音强嘿吗？他说我是，目前是执行长。哇，气嘎可以点。嘿，跳嘎。哇，干爹，只要是老板都是干爹。系啊，哦，即問一下，因為呢度係類似姜林嘛，吼，姜林，要買個好搞好料，就咧推薦不太價嘛。姜林有一間愛搶食石頭台的麵店，哦，啲介路啲味道，不過誒，該地北都要買招牌菜嘛。愛後食嘅乾麵，哦，我懂。最簡單是係最好選。冇唔錯。今日今天彈出來哦，兩組來賓都是這個來勢洶洶了哈。好啦，接下來呢，花梅島個馬上嚟進行你嘅料理挑戰。料理風流蛋，梁廚會用現代嘅方式結合主要食材，3點半身指定愛做嘅料理。在料之前，唔啲會知道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，梁廚會因為條件中3點到手腳來唔參謀。含入梁廚冇手到嘅食材，未為咗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出乜嘅上道嘅料理呢？最挑戰、最神奇嘅比賽，臨時是開始了。呢一關呢，按照料理風流蛋，都有蛋嘅地度呢都空蛋，蛋營養嘅食材哦。好啦，先我看下今日嘅菜色啦。好，今日嚟做係馬腰里脊，麻油里脊哦。長肉嘅部分啊。先排出代表來，拍馬賽，好姐姐嗎？姐姐。這麼應該係好掉哦。好，剪刀石頭布，真的呢，暖男。顯現，黃色，黃色，確三到定。三個我跟你講哦，地北都可能係上的哦，他有可能跳出來哦。好，1、2、3，哦，哇！好可怕哦！麻油水梨，其實有點怪怪的哦。沒關係，你們主業是歌手， OK 你們是歌手。今天有帶胃藥來嗎，各位？沒有哎。哦，但是代表裡面還有一個是里脊，去抗議了哈。來，我先哪一家店呢？紅色的。好，好來1、2、3，哦浮板係冇？真的耶！浮板，你馬街。應該很會做得啦哈。 OK 啦。可怕你要點。走哈妹走得唔夠水哩， OK 啊，確定？她是水梨公主哎。太可惜了吧？來，你開看看吧。沒有人要 cue 你開，你有發現？哦，不要開啊！我不用開啊。好了，1、2、3，要倒了哦。我唔會唱肉啊！啊，是其實里脊上有問題哦，你一會摸熟啊，你唔會摸熟啊，哦，係咩？係啊，里好啦，脊好你算難是蠻會安慰別人的。好哦，，馬上就嚟進行踢館嘅挑戰。料理風流第一關呢，可以說阿斌哥最幸運啦哈！挨下來滿看那風吹，除到了嘅係水里嘅，暗號嘅水果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哎，我今日喺 K 台見到嘅有會有兩種嘅選，哎，試試看要不要？風吹有信心冇？有。我走對咯，我走對咯。哎，做菜都變得很開心的感覺嘞。對，好可是他們平常沒有做菜，哦他們平常唱歌啊。哦唱，歌拼胸虛重過啊，你一下做出來。那我們拼胸虛做出來，你一下重過好咧。給藍隊壓力很大。咱最後等下開始一罐哦，體育罐哦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哎，合音也合得不錯哦。對。哦，好，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 1，搶開始。開始嚟走咯。你說到底里脊肉最難手才都難？有可能會澀啊，你對蠻澀的，真的蠻澀的。會乾澀，哦沒有那麼嫩度有問題，還有熟度問題啊。這兩個反而它一直摸，本來是熟的東西啊，所以是梅頭的問題添。問題啦。哎，水里很甜的呢。好啦，我們先不要多聊吧，救救我的妹妹，對對對對。姐姐救救童溫層。對，說真的，這是你們第幾次拿刀子？屈指可數。那給你走馬噶不來報名嘞？是來個人逼迫，沒有啦。哎，上節目要講好聽一點，叫做情緒勒索。情緒。哎，小
弹吉他。我会走。你要不要直接从这里开始厨师帮我？啊，会不会太快了？太快了。太快确实创了我们4年来的记录了。等一下，杏鲍菇就这样子吗？不是这样吧？斜的，哎呀，斜的，哦，太大片了啦。不会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保持一种创作的概念，对，自由。你看一下旁边那个多大，就是多大了。你说看一下蓝队吗？姜片，哦，是。那那个留一点皮是什么意思？对。冇啦，还蛮好。你们今天 B 亮二了上节目有周伟嘛该准批发生了，是发声练习。就是回家帮妈妈，我们在旁边观摩。那你有学到什么？就是他动作好快，炒菜很辛苦，我会记得全部是对。而且他真的只有学到一种心情的感受，没有学到任何的技巧。马有嘅部分哦，豆腐开始徐姐就走过吗？有，就係該咪該給客。哦，給他們。你都要感覺該合玩哦。都得，膠原蛋白凍豆哎。懂吃。像你用啥我從安豆夠強哦，是怎麼保護人家上櫃啊？從衝過去都得啦。哦，可以教一下雪玲姐嗎？她最近想出單曲。哪有啦？站在這邊也有事嗎？對啊。我先別用嗎？我先別。會嗎？你們？應該會。要比他懂。哦。那這樣好不好？我們趕快等下回來就來給你用廚師幫我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先背到一個程度的。好。很快，就冇強哦。有片就動問題。同我挑白係同學，後來出社會以後，佢強下開店啊喲。哎，這應該係學弟。其實你們今天真的不用加油哎。你們就不戰而勝嗎？你們就不要失誤，就基本上就贏了。盛勇做廚師幾多年呢？青年入類吧。幾多年資啊？還86啊。哇，這個有興趣啊呢。哎。我有一個疑問，博漢是負責業務的部分。嘿，還有他都是去那種大漁港批那種外海的。那你們今天2個位置是不是顛倒了？對啊。對，要交換一下，交換一下。哎，你一去就交換，發現這問題。好，喺你度檢查下佢健康。哦，我咪讓你體想一下，雖然你用啥子師傅啦，不過，你還有初試騰訊嘅60秒嘅騰訊時間內容嗎？目前還唔是啊。好，那可不可以讓給紅隊？對，可以拜託嗎？因為你就算是可能需要讓他360秒。對，我們就憐香惜玉。哎呦，哇！但是節目大賽還總得很有風度。好啦，我們先過去。剛才是在採訪，豬豬幫我。等一下，要用唱的。我用唱哎。那廚師天數啊？要不要等一下？等一下。你要先去吃東西是？有重要的步驟可以先做啊。好，你每個都很重要哦。老公嘛，不用亂對。用啦。隊長騰手機哈。好，我幫一下。用嗎？因為就算我們幫，你們今天也是有做好心理打算了哈。對。要掉多少？有，哎呦，俩，可以俩啦，哎，那我們先聊聊好了，放，是誰切的啦？喂，花刀啦！你小隊長要幫他掩飾啊！我請媽啊，Celine也係啊，邊個？哇，俊男美女哎！不要這樣說我們。沒有，你沒有。你要的真的從現在就帶着得獎的心情就好了，因為我們那邊在打歌而已，那邊沒有在煮菜。他們跳舞真的是很青春活力，哈大改地北多，決定動小月用來祝哈，大概就只有我跟明珠而已。我沒有跟你一組，我是被迫跟你一起主持的。你們要想一下，要給廚師天數愛，你要怎麼唱？哎，那 melody 係嘛該？好，想一下哦。你討論好跟我說，我們就可以叫了哈。看他們創作的速度，這個會比好累哦。好，我唱 melody。好了嗎？好嘞。來，音樂請下。廚師天天愛。好聽哦。double秒數，double 120。可以嗎，製作人？他點頭了。概念就是60
60秒啦，看他什么时候喊停啊，好不好？我们靠剪接帮你们剪出60秒。那你要找谁？我请马仔。啊，谢玲也是啊，并购。哇，俊男美女哎，不要这样说我们。没有，你没有。我们请好阿并购。哇，好。哇哦，麻烦嘞。哦，等一下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看一下啊，好准备一下啊。好来，继续开始。哦，都快留给他出头，一连四行茶，一杯风，一杯风，好违和哦。凉凉的风景，轻轻这一天中，要用啊。冬阴打开翕相，嘿，心上爱去流浪，加油！我马该唔敢用，嘿。好高早中转一九公风。有计时，有计时。因为我觉得好好听哦哈。那你继续做。哇！哦，哎，现在白香，哦，有摸虫，不要耽误我时间。整条姜嘛，杏鲍菇啊，了算白香，啊，有人去병啲啲梅头咧，等下酒下去，去扫嘅水里，系煮一下，还有干鸡麻油水梅啊。哦。你要用重电，因为用床嘅长做的。哦。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刚才有记得吗？有。等下。好，那我们就只能帮到这了啦。好，可以啦哈。好。哎，那个要干嘛？哪有水啊？会泡口呀。啊？他在打他。会泡口。要看有没有咸啊。哦，好。好。加油喽 ！OK，还有英国做的。英国做的。什么？哇！看起来好好吃哦。两片哦，要不是味道会发面会吸到哦，但是这完全就不用过来担心他们。对啊，师傅，我说真的，你要的真的从现在就开始带着得奖的心情就好了，因为我们那边在打歌而已，那边没有在煮菜。刚才厨师帮我，他们在旁边唱歌，你没有听到？让我们心情很愉悦。对啊。问台哥了解一下，该下步骤你我们听歌听得太开心，错过了好多步骤哦。你调完补盘在那里煎啊。哦。煎到佢表面焦黄，啲汤汁扒了上去，姜麻捞蒜条白姜，白到佢豆勺干扁，对，啲梅头脆来。OK， 我基本上我已经投这里了啦。说真的，你摸票，你摸分数。这看起来已经很好吃啊。好，安利来倒数喽，哈，现场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看哪有麻油变出来料理，奶煮较赞的哦。麻油来变化食材作为料理，先吃看哪风吹的，嘿麻油水梨耶，看起来了，吃看哪。哇，旁边是水梨的汁吗？其实跟麻油冻香哦。好吃哎。哦，好吃哎。哎呦，懂好深，有讲没？水梨也不用弄，真的会让你意想不到的味道。观众朋友们，我是说真的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因为本来想说，当然，因为不是你做的。对啊，水波米拌炒的蒜真的很棒哎，吃到就会该酒香、冻香，然后搭配着水梨给甜，有一种违和但又有一种可以搭配的感觉，咸咸甜甜的，阿曼火血。我觉得它如果做成放完冰箱，凉拌好像可以。你看，师傅讲出来就平安还有信徒，你看，然后来完成一下个52版的麻油豆蛋用版。哇哦，这个颜色就好好看。食本因咪又加 Q， 而且给它说给它调咪咪粥都等后，很好吃哎，很像甜不辣，咬劲很像甜不辣。哦，它这个就很像我们客家料理的那个颜色。就看到就哇，我以为用咪啊，我以为给种棕色啦呢。嘿，他们这一道菜和尬上的哈尬梅水从来就是酱香味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厉害，用一些小巧思，用在52版变出哈好冇穷人嘅变法。我哋下嘅自家嘅想法，都在4副应用版里拼分嘅。紧张的哦，现在抢阿炳师傅抢分数。哎呦，他吓呆了。等一下，他吓死了。歌声是没有占评分的哦，不懂哦。好，你好不？啊，谢林姐抢不分数。
我们还是有公道在的啦。有了风水，因为应该在天球易斗啦，搭配了的水里其实袂做唔得，像你去袂做得闻，还山药、闻莲藕，好像你穿做那个做菜的麻油的料理袂做得，因为模式全部做了杏鲍菇啊、菇类袂做得。这边就是应该麻油的部分讲，梅头摸出来含有可能效果好对嘞，所以其他也先尾韵袂有麻油的呒梅，啊，咱调又香，但是去后边都做个三杯的放上去咧。好，然后阿森林这水里安尼走个麻油，这都是一清爽啦，我是叫切发啦吼，切发切唔错的，不如切滚刀啊。哦，有色的都该水里杏鲍菇的该在皮边麻油又该种的香，那个本里的混水意思嘿，米是没一格啦，只是压该五瓣啊，木头涂料按球啊，可能就会安尼软软，会下擦擦安尼，会很好食。两组都得到1分，不过呢，今日主要食材是里脊肉哦。来看那阿炳师傅用的来编发出来是麻油里脊。麻油里脊两次料理，我觉得大家很关心一件事，就是说，都带猪用的里脊肉，用的没必安色。嘿啊，该切美最主要还有饼的顺序美重要，但是最主要别香的香梅注意。麻油的香梅。哎，那你用麻的先来切。一层一同，认真看。好。该咩麻油的？一半的油，哦，你先不去煸。一开始先没用麻油。哎，先不去煸，照落去直接。好，系油通到开始了来，系拉，好是其他融它，好当落平白当落饼咧麻油，烤一下同温层，做嘛个师傅就可以时，系饼一半个油唔系麻油，麻油用少咧，哦，电用，我上电用，哦，不错的想法咯。但是我们专业的都会落去分享一下，形容麻油从狗佛为福啊，都不会让真的是专业的。哦，专业，真有好在还有你。这么近会不会害羞？不会啊。啊，两片就照炒就做得嘞。照炒，你炒。秋千是穿白香，好，那是姜嘛、笋条啊，好杏鲍菇，哎，轮穿那白香，还有葱拍。我油按小做得咯，因为你等下还有麻油啊。是咯。要。一片。这刚好要注意嘛么？我调配，因为等下我煮的时间要注意，效果不你煮一下要熟是做得嘞。因为里脊可能煮下久会硬硬啊，哎，会涩。刚呀，之前用的比卤厉害吗？对，等下会处理一下。哦。你看，你要炒到两片哦，杏鲍菇会出水咯。错。哎，老师，你那个里脊肉会顺温切系吗？逆温哦。应该同看该主要等下会老蛋白哦。蛋白，糖供蛋白可以润肉。对啊，因为系准皮嘅偏离分。用轮拍还没做的。做得轮拍。妈妈在家里也是有轮拍那种。抓一下。米酒爱吗？米酒、酵粉、调酒捞染爱吗？唔是。哦。麻油。哦，那个麻油梅会下冲啊。有种应该感觉会进水，有种应该会进酒。我们今天是进酒没做得，冇是进。我哋咧还冇用麻油，所以你看，第下来煎，第下叫麻咧就时间是冻冲咧。麻油通做饼下也是，第下些可能是可以咧。第下当饼麻油，个梅头香梅出来做咧。香味出来就好了，香梅出来，好是米酒。麻油系每天要放酒。川酒。怎么在加水哈？加铁。还剩一点。或者不给烧，不应该酒精挥发。所以这也不能盖起来嘛。不粉的。其实从麻油嘅料理门机是错的啊。Q 燕和直播嘞，那个自己直播走麻油盖啊。有哦。小姐，那是你的直播呢。我忘记了。对呀。油、麻油、油嘅好便宜分一保护机咧，所以等下下一才个煮一下冻软咧。这个就不是碱沟哎。哇。这样会下好吗？我一听，你是不给煮一下，
嫩嫩那样子好嘞。我觉得你在做饭有个甜味啦，有点把它是当成在用个猪颈肉在处理的，也就这样哦。切法都蛮像。这个肉是酱调熟，所以讲你是摸过度的了料理过程。原来该枸杞不是精髓啊。不是，你要注意下时候嘞。俩下长发炎。你看两位师傅很认真，你看看。哎呦，这个对师傅来说太简单了。那腐是用告溜啦。对啊，我比较期待给他等一下最后一道菜。听说食材下重本。天哪！要新本重台嘞。那就让他们赢好不好？拜托。太假了。你看这个冲法很嘴木呀。你是不是讲冲法之后吓到了？没法。冲团。哦，最后还点一点麻油哦。麻油。一层一头有学到哈，希望下次在你们 IG 直播看到做料理。哇塞！一边唱一边那个煮麻油。对对对。朋友该分啊，拄拄让爱你该米酒该酱料，差不多熟起来。那位。哇，感觉就很滑嫩啊。嘿啊，冻冻因未姜的里脊肉硬硬柴柴冒水，结果安样做？看起来冻墙的那种葱板。我有问题，在这之前里脊又不用先抛过米酒吗？加肉啊，就卤啊，米酒啊，绕开调味料啊。你刚刚有在现场吗？我刚才在担心我们那一组妹妹。这很赞哎，等下可以多分一点给大家吃，因为刚才吃水梨没有吃饱。要清水沙拉，有一点空虚。好，麻油里脊，按钮去后塞喽。入罐两种东西哦，洞洞一定有办法疗力啊。你说那一对吗？他在剥虾。那我要去剥吗？你都剥给自己吃啊！我坚持哦，伯谦你只能吃虾壳。我以为说只能吃一只嘞，原来连一只是剥。我觉得蛮有样子的呢。油有点多，打给出来就会又油又咸。那是你家的，我们都改良了，不要再抹黑了。睇起大家要做到一個優良模，一個麻油里脊，睇起家平常困難。我直接白雪到安嫩嘅里脊肉呢，好吃，惊艳的后生，用后生的，用后生往上升一格，这才是真的麻油里脊的味道。看看你还想会吃饭呢，对，董老师，该大家每周得试试看。这牛冻嫩呐，全面冻嫩，该味道嘛也蛮好。该酒到该麻油全部冻香，偷回去你们店用。哇，谢恁阿姐，整色冻香，麻油本身整件做唔得白油啦，做唔得慢慢火去白啦。哎呀，该里脊肉安尼煮系冻嫩的在。哎呀，肉，你刚刚讲到白哦。也要看是马上都白啊，系么？系啦，错啦。你可是用伊人嘅。好啦，总共已经呢，家睇起来有条优良能够学到来，用豆腐卡当做变做亚布卡料理。唔过头前一毕业，马上来进行最杯米馆的挑战喽。做下国家料。强用日出料理，大家都会注目强用嘅料理方式，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度，发挥自家嘅好手艺，完成具体嘅菜式。到底两嘴会掉出乜嘅澎湃料理呢？一家之主等于强下国家料咯。打酱小扣时间，我准备很久，不敢讲呀。怎么可以？至少你有本给安用的时间。有啦，3秒钟啦，哈，帮你团一下哈。枪门、猪肝、然后海胆。做出来个香皂，按到马盖肝胆香皂，你懂我？今天改一下小扣地位都就讲到今天的主题食材啦。我唔知道。用心良苦呢。主题呢就係猪肝啊！大家我来用猪肝来做料理，我要担心了。哎呦，因为他们2个可能一辈子没有摸过猪肝。因为用猪肝呢，你要来编发做乜嘅料理咧？沙茶。炒猪肝，沙茶炒猪肝，要出料理有乜 tip 咧？之前唔敢吃猪肝，因為有個味道，加有營養，阿妹去有炒，加按不條嘅菜，
哦，董老师，哎，哈嘎 Q， 哦，嗰隻叫咩嘢啦？複製媽媽嘅咪拖，嘿嘿，NLP 百超，真的。哥还有啥场？哇，我们也很紧张。好啦，风吹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後天哦，體育館嘅書姐秀到埋嘅副班呐，太浪費幾多嘅菜錢呢？哎，他們是賣龍膽石斑的。哇！那大家講，今日最每一關啊，要用主管做埋嘅料理菜名全隻講出來。扇貝海陸大菜。因為海陸大菜做嘅風雪凍到，今日用扇貝就買鐵皮凍蔬菜嗎？因為豬冠兩種東西哦，動一定有辦法料理啊。你說那一對嗎？內臟類啊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料理，拿來扇貝食抽誒，扇貝百搭。真的，好，因為最每一關哦，家下係挑天係偏手吼，兩三就信心冇？有。用足都準備好些，天從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搶開始了，你敢選主管哦？我敢是啦。可是又用你做主管喂，就是啱冇。對，那個時間，我記得嘿，謝林師傅呀，還有俊明師傅有搞過，是要怎麼樣吃到嫩嫩的？要注意嘛，該。伊主管煮到鹽到酒做嘅，鹽會哈咪是咧。講大聲一點，他們。他們不知道，一定不知道。老弟都講。可以在這裡講嗎？我在老講。可以在這裡。哎，妹妹，主管要用的比較遠啲嘛？阿弟，你有做工作。哇，你怎麼突然間好像會做菜了？哎，他們看不起我，看不起你呀。那菜要怎麼變軟呢？啊，菜要全通過，要通過。我同嘅書件我算過。好，我愛人。剛樣嘅，你剛剛有老位媽都主管啲肚皮嘅。啊，還忙。哎，有啊，有粉啊。哦，我就不用粉，糖工的呀，不用倒水，20秒。了。20秒，好。怎麼煮菜的時候會突然不會講話？哎，我們衝。我用衝哎。我們衝。奕晨，你可以嗎？都得。所以等一下我用20哦，20，不要吵他，20。我要下去哦，我要下去。好，你去。你在跟誰講啊？下去了。哎呦喂呀！有在算哈。11。感覺差不多了啊。啊？好了。好累哦。哎，他有在算。因為你們數的比較慢一點。對。哎，豆好像可以耶。粉好嗎？哎呦。我覺得這樣，對。哎呦。主管呢？因為想到用大叉路去走啊。剛才就說他媽媽做的。哦，媽媽很喜歡。他剛剛調前有 sell 給你，有聽到嗎？不好意思，我剛請假。你要幹嘛？哎，等下會出現。哦，因為要來帶我領獎金的，來領獎金的。那這個交給博謙叔叔就可以了。叔叔，我有分數可以嗎？沒辦法制裁是不是？哦，來，其實有這問題哈，你用上安慰闖過，我覺得算是天分。有啟蒙的人嗎？一開始我唔係好闖過嘅，我係皮蛋機去學習闖過。叔叔，有看出來我的 reluctant 嗎？以你的身材跟長相，叫叔叔已經便宜你了。好了，還蠻阿爸沒做對啦。所以你一開始唔好闖過哦。這種人很討人厭的，闖到安國。所以奕晨一開始是從小窮死是動好闖過嘞。係哦，我係糖豆音樂會跳舞給你。真的假的 ？Music 啊！上 music。對，請一條一問。我一開始第一用晒印象，覺得他們跳舞真的是很青春活力。他大概地北讀，決定動手就要用來祝賀。大概就只有我跟明珠而已。我沒有跟你一組，我是被迫跟你一起主持的。妹就挑開，好。這樣就一組了。那是被迫的。好了，費用還沒繳。對啊。喂，哇，你一白用嗎？要學到哦。現學現賣。剛才就門風水講哦，該主管處理的風險。那現在這個窮人的問題哦，窮人的問題款。要怎麼樣長走得到個主管弄得嫩啊？粘粉啊。那燙的時候有要注意嗎？時間仲喺調球啊，滾水落差不多5秒到7秒。專業，很專業哈。對啊。可我覺得博漢你們已經贏了，幹嘛呢？因為他在剝蝦。剝蝦的男人最怎麼樣？
体贴，最暖。那我要去剥吗？你都剥给自己吃啊。还好已经播完。好啦，不过刚刚有讲这个特制的3杯都带黑哪秘制？怎么样秘制呢？我们有加一些外面就是摸尬的东西啊，该黑嘛该，是合法的吧？合法的，合法的。该比例上有去叫调整这样子，因为该就走有该调油咩该我不会卖到哎呦，神秘的酱油是西罗那边请人家帮我们做瓮装的那一种，我不会卖咁多，该啲味道好甜啲咩从该和风啊用因啊。哦，讲到该散步动体撇之外，来，你现在端出重点了。白天玉含太加嘅虾贡，我坚持哦，伯谦你只能吃虾壳。我以为说只能吃一只嘞，原来连一只这么。没有。你就除了虾贡之外，该下俺还又讲，又学该龙胆石斑，龙胆石斑到龙虎斑。哇，那个超好吃的哎。还有把沙巴，记得冻里后，记得学该那种鱼养殖啊，千府嘿产地到餐桌一条线，千府可以提个附近。好赞哦。对，不然您还要学得好安心嘛哈。哇，这个虾太棒了。我们直接颁奖好不好？你讲话小声一点。你刚好就灌出了就粉之外，还有录什么吗？摸粉啊。有啊有，摸粉多啊，唔记得嘞。也是不用那么实在啦。但是他只要最后面拿捏的好就好啊。我刚刚讲了这么久的龙胆石斑，我怎么没找到？太挑嘞，办唔过来。你嫌我们舞台太小是？我们车不是，他是嫌你的食量太大。啦，等一下该散步，因为刚才就讲跟人家的比例冇强用嘛。除了该调酒之外，你们还有什么走得到台架都讲混强的食材吗？我加一点点的模样。哎呦，做日本美酒的梅子，冇好冇强用的东西，甜甜顺顺那种嘢，然后旁边好冇强用那种嘢啦。好哦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大家都坐来，那边可能需要一点添修啊。对。哇，不可能吧？又会拿锅铲呢。我觉得蛮有样子的呢。油有点多，打给出来就会又油又咸。那是你家，现在我们都改良了，不要再抹黑了。哦，不黑啦，你确定你要长出？这是不是暗黑料理啊？喂。这边比较有艺术感哦。不是，这篇我回到料理节目了。注意要黑马跟米头检查。应该黑爱跟米头吧。果然还是歌手，讲得如此不切实际。阿婆到妈妈。你竟然说他们是阿婆的味道！哇，你真的会把妹啊！你真的是凭实力单身哎。唔讲意彤，你今年来参加比赛吼，妈妈有没有贴撇教台嘛？该没拿到钱不要回来。没有，今晚按讲啦，你讲爱生意，哦嘿，不要切到手，不要烫到手，对，就这样。对。然后赶快不用俩了，黑啦，俩啦。哦，黑呀。依晨还是交给你比较安心。我也觉得好，来，换位，快不用给走。你在问天问大地。很香有哦，沙茶很难不香啊，是不是？滴的还在调味还哪位？该黑该。哦，唔黑啦，赶快不用。哦。你看呀，你确定你要长出？我也有黑，这是不是暗黑料理啊？喂，我再重申，创作是没有限制的，自由的。对。眼坤喊会不用。哦，还有半个。黑毛。对啦，都可以啦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反正你就记得你们主页是唱歌。早等你心情都会走了，只是雪玲姐的那个表情控制快控制住了。有点融了，走的。对了。熊憨了。这个是要配吐司吗？好了吗？要不要加点水？加一些水哦嘛。30，加酒了。我呛一下锅边位吗？你刚刚是关火了吗？对啊，因为不能太什么太久，因为应该煮熟不会漏。太久，我们要很久多一点。酒多一点。开玩笑。用做对吗？好啦，就这样了啦。好，OK 了。好熊妈妈 OK 就 OK 了。OK 吗？妈妈可能会说，请不要说这是我们。好，加油。好 ，OK。
这边比较有艺术感哦。这篇我回到料理节目了。哎，看用梅就出来，哎，跟东欧杯散步的梅头又都冇平庸哦。我看到那个虾子，我就投给你了。一栋好是哈贡，但他更爱龙胆。龙胆，下次来再带。好。哎，好的很快呢。哇，9层塔，cái散步也最重要哎。哦，辣椒係最尾講一表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倒數咯，哈。煙草馬上倒數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有吃看下最杯面一罐，由主管編出來料理，來煮開餐掉哦。好，優雅嘅主管就編發出料理，先來吃看下風吹，做沙茶口味嘅主管哦。放心的吃下去好嗎？好吃啊！小厨娘还 OK 的。主管不吃都懂论呢，可是我有一个疑问。一层一头，这个真的是你妈妈味道吗？还是有一些些的茶，主要是买个米头整茶，应该是爱跟米头吧。哇，果然还是歌手，讲得如此不切实际。他够油，就是讲迄咩有小感啊、大感的妈妈。哦，也咁講，也油絲絲聽唔到咧，聽唔到咧。哦，有啊吼，啱講行喺度強啦吼。啊，什麼？好吃好吃。兩姊妹怎辦？阿婆撈媽媽的味道。你竟然說他們是阿婆的味道？什麼？哇，你真的會把妹啊！適合找來做賢妻良母。你真的是憑實力單身哎！愛就愛在這一點。哦，沙茶在炒豬肝，阿慢用，該香味有出來這樣子。哎，豬肝也炒得很好吃。食睇嘅炸叉嘅豬肝魚嘢哈，攞去食群啊海陸大餐，散杯口梅哦，給佢攞食。哇，很多那樣。師傅就會師傅。你蝦公非常貪啱誒。下公後東 Q 啊，東城啊，而且最主要羊肉真的東甜，然後3杯的醬油真的跟弄杯差唔多哎。Thì bài sư đồ chủ còn Hàn Châu để用3杯，还有个虾子，哇，感觉有个哇跳来跳去的感觉，很爽爽感觉很好。而且你用3年唔甘是主管mun清底耶，就按用的料理方式甘什么？港式做的，是又是你们的菜了。那驱动你俩罐哦，让到该主管轮土嘟好。刚刚理鸡的时候有学到师傅该小步骤啊，有先拿它过一下粉，然后加米酒稍微盘啊，用一长落一撒用一拿。你们那个酱油真的厉害，那个梅子叫做松梅，捞我不该梅子摸苦咯。你看，两百是捞台家学该动台该炒虾，杭白卡是很有地肥来哦，我们真的有口福哦。我两组都非常厉害，都在4副应用班里拼分的。马上先来请阿斌哥抢分数。我吓到吃手手。谢丽娜姐抢分数。等一下，真的假的啦？你整个眼睛你要确定呢？因为你今日水煮老係就要看了主管的部分，鸦片伊电到係主食材，你切到好細咧。雖然他講動態，但是你的主管切到詳細咧，比例上有差到。你係講3杯的部分，佢係冇按水，就是小哥本去掃一下，上愛啲要個麻油啫。是係有鹽分，鹽分嘅些不幾隻個全部將勾起來，然後就你的主管就會做到個3杯重要的部分。兩嘴主管啊哈，就冇去結啦，只是風水啊哈，又下漲一啲啲，又切下泡。當水主管嘅設計就係盤嘅，當講主管嘅配布係乜嘅？鹽要酒甜甜，黏咧，靜置等一下，噴水主管落去，滾下去咧就溜去咧真變骨。切合泡的些些咧，你講長假切到合泡的些，因米是係當好嘅。不過我真叫我老攬水講一句話哈，因為記得主管哦，平常心係自家來學的，他們是拿來餵龍膽石斑的，係5而學的東西。
对不对？所以下次来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煮猪肝，我们煮龙胆石斑，对不对？啊，故说比赛亚天之前杜杜后，在这个关键上面呢，有抓到一点点的诀窍。不过杨后一老一番呢，我相信啦，下一次蓝队来的时候，一定会可以打败2位师傅。好啦，马上就有颁奖喽！耶耶耶耶耶！好啦，这必须说哦，是我特别新年以来第一摆吃豆羹要颁奖的时候，心情有点沉重。因为我要跟观众朋友们说，在我们的心目当中，我相信师傅妹一定会了解，一定啥，张开真给呢。厉害中谱，一定啥？最主要今天是来打歌的，刚好妈妈有教了这个猪肝的料理啊。好，风吹呢得到的3分。那蓝吹得到1分，先来恭喜风吹得到3000的牙菜金，开心一点，开心一点。他们就是小妹妹，不要跟他们计较。他们刚刚在玩扮家家酒而已，真的。买谁买谁？我看正经的厨师了哈。好，蓝吹吼，俩厉害的吼，得到系进口的陶瓷不粘锅具组，玉龙加工，恭喜！我真的很希望他们再来，再吃到龙胆石斑，拜托拜托。好，先来问一下风吹，一同这一次得奖的心得，先老太太讲一下。意料之外，我们也是。你第不卡练习嘅时间，跟妈妈去千交代万交代哦，记得说我们在炒跳肉，跳鱼就会跳肉。然後主講，我記得有說人哋說老老嘅之間嘅那個要黑馬街，哦，一啲行係快快樂樂做好上衝過後嚟。哦，對啦，所以我們沒有把鍋子交給你，啊，對對對，我們把錢交給他打歌就好，好不好？讓我們去下一學期的學費，因為他們的唱片還沒賣掉，你知道嗎？對啊，什麼？你給哥哥，對，哥哥放手給我們，對，讓我們有錢去繳學費。心情動複雜咧，心情很複雜，我相信你也是。唔會，唔係啊，因為主管的處理有幅度，今日來兩位師傅讓佢教，我係咪我全部教持住啊？對廚師來講哦，佢整個產業咩係素養，有好多東西嘛。對，我覺得這才是職人精神。因為他很年輕啊。因為應該都會串燙好，冇走該主管的料理這樣。係啊。第二擺落去燙到阿林師傅撈該兵哥撈丟沙。鼓勵給我們建議這樣子，下擺轉移是走得入菜類，無菜單時都一樣，豬肝料理這樣。哎呀，這是我們最大的收穫。很棒。活動。好，我必須說真的哈，給你們一開始比賽，我覺得觀眾朋友沒看到動靜走。一開始呢，我們想說這邊concept 口，我想到呢，就做料理有的時候就是差一步而已。好啦，真勁動感才用做來參與比賽。所以無論講你本身做埋專業吼，假使你喜歡做菜，假使你對做菜有興趣，全部歡迎大家報名參加。冇錯，依家自助就等等睇自家搶下來報名，搶下來要特別來搞料一下分享料理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